伫古岛西主会会长苏汉阳的带领，包括主区的总监督组、第10专区的主席、21分区的主席，以及各各区的西主会、关会联协会等，上午特别捐赠30万，予国立台南护理专科学校，主要帮助经济弱势学生奖助学金，由的校长黄美智代表接受。教育本身就是在社会在国家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基石那护理尤其护理是在医疗体系中不可以或缺的一个环节。那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孩子们在一个稳定的生活圈里面去做一个学习去做一个努力的一个动作。那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呢，可以帮助我们台湾的护理事业尽一些绵薄之力给一些绵薄的支持，然后培养出来更多我们的优秀的学子来为我们社会的健康教育的部分做出一些贡献。台南市古岛西主会关注台南护理专科学校，今年已经是第3档，由原先第1档10万，第2档20，到今年30万。去年赞助8位学生，今年原先学校推荐有19位，后来遴选有12位的学生受惠。各位师友师姐们，你们特别的把一个经费用来支持我们的护理精英，用来让他们可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减少在经济上面的一个担忧，专心的向学。我想这个是非常的感谢。感谢的不只是我们的学生受到照顾，感谢的还包括我们未来的人才，都因为有你们，可以有更好的栽培，可以走得更长远，也更能够贡献我们台湾的社会。上午的捐赠仪式，因为拄好当地学校的期中考，因此只有几位受助的学生出席代表来致谢。西主会表示，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会用稳定学业。未来将持续关注，希望学校培育出更多护理人才，为台湾的医疗健康照护做出更多贡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